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係一名發明家，我會有一個慣性咧，會做啲咩呢？就係我喜歡問人工智能，我嗰個發明而家發展到乜嘢嘅地步？當我去睇 AI 人工智能去解答我嘅問題嘅時候呢，我就發現，哇！未發生嘅事情發生咗喎，未聽過嘅事情聽咗喎，有陣時甚至乎有一啲合作夥伴嘅明明冇嘅，佢都話有。跟住我就問人工智能：喂，你呢一啲嘅資料係嚟自邊度㗎？可以喺邊度揾到㗎？完之後，你估人工智能點樣答我啊？佢就話：唔好意思啊，呢一啲嘅資料咧，其實未存在㗎。我只係咧去揾啲資料去搭救咁樣嘅咋。咁所以各位小朋友，當你哋去使用人工智能嘅時候，特別係問一啲資訊性嘅問題嘅時候咧，你哋記得要做 fact check， 亦即係話記得要問翻人工智能，佢哋呢啲嘅資料來源係嚟自邊度？因為網上嘅資料非常之多，但係究竟邊啲係真實，邊啲係啱定係錯呢？亦都要由你去做翻呢一個嘅探究嘅。所以各位，當你哋用人工智能嘅時候，記得問多些少問題，去了解究竟啲資料係真定假㗎啦。